我小小坐山的国家，这句诗真侪民众会摕来引用，嘛用伊来表达对咱台湾这片土地的爱甲认同。写出这句诗句的是咱台湾的导演陈丽桂，这是伊改写聂鲁达的诗，佮重新创作的。伊是一个纪录片的导演，伊拍纪录片甲打已经36年，代表作品包括记录苏平前辈的革命进行式。伊希望透过影像来建立台湾的主体意识，因为伊嘛摕到这一届的53连奖。我叫做郑南苗，我注定台湾独立。细细岛山的国家，我咧写迄句的时阵，我完全是为台湾的意向，也是台湾的感情来出发。其实我是感觉真公平啦，会当互即句话变做一个台湾认同的一个通关密语也好，也是讲是一个新的符码也好。导演陈丽桂改写内陆大诗，重新创作写出我细细岛山的国家。诗句用伫2009年电南用纪录片《魂》内底，后来有真侪民众引用。陈丽桂介意大自然，定定去爬山。伊讲山占台湾土地的1/3，但有268座超过3000公尺的关山，真水挑战嘛真侪，就哪像台湾的运命。陈丽桂1957年出世，台大外文系毕业，伫美国读册书做记者，嘛培养出对社会的关怀甲台湾意识。为了要贡献所学，伊伫1989年回来台湾。陈丽桂拍纪录片到达36年，反映环保运动、女性意识，嘛关注后10年的反抗精神。伊的代表作包括翕苏明革命进行式，嘛翕书写海洋史馆的朱永和等等。陈丽桂毋忘建立台湾的主体意识。台湾的历史，这是甲其他的国家，甲咱海峡迄边迄个中国，嘛是非常无共款的。咱来以咱这个土地做主体来思考。陈丽桂讲，影响伊上深的，就是文学甲做记者的经验。伫咧注重艺术性的时，也兼顾民众对议题的理解。伊讲拍纪录片，互伊的生命加真丰富。面对未来，伊上毋忘的，就是台湾的民主会当阁继续深化。其实咱就是讲民主化了后，咱就一定是永远是一个民主化的国家。其实就是发现毋是安尼嘛吼，民主是会倒退，民主有可能是会用民主的方式去甲结束的。像讲德国嘛，迄阵希特勒因就是即款的情形。所以咱台湾，咱即马上爱注意的就是这点。记录台湾史，也为受压迫的人发声。陈丽桂的纪录片是社会运动的影像，也是时间的影像，可以得到53连奖的肯定。陈丽桂也期待台湾的少年家会当继续发现创造咱的故事。记者卢尚珠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